大家好，我来自安顺，安顺周边的苗族村在的一个，我叫刘建设。我从小就爱吹芦笙，我在学习当中呢得到政府的这个认可，我就是安顺的苗族芦笙传承人。因为像我们这把年纪，现在已经没人会吹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再把我们苗族的这个芦笙吹起来的话，将来真的会失传。所以就学校也在讲，好多地方在讲课，一定要好好把我们的苗族文化传承下去。接下来我这把芦笙呢，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最古老的芦笙，叫整这个的芦管。但是有6个管子，它只有4个音，没得法。所以有4个音呢，由于这个芦笙呢，只能够吹我们当地，就比如还只能够吹我们安顺附近的芦笙，还不能吹黔东南的曲子，因为这个音是已经受了限制，那只能够吹我们这安顺附近的这苗族的，包括这个苗寨，就是我们小河湾的这个苗族村寨，那是青苗之系，我本人也是青苗之系，所以这芦笙只能够吹我们支系的芦笙，其他的吹不出来，所以我就用着随着简单的吹我们就是要跳花的芦笙，因为我们必须我们以前的男生必须会吹芦笙，如果你不会吹芦笙的话呢，有可能讲不媳妇。为啥讲不媳妇呢？因为我们要经过着芦笙到花场上去寻找自己的女朋友。如果你吹芦笙吹起来的话，然后呢小姑娘用着你的话呢，那自然呢会和你一起载歌载舞跳起来。所以必须要经过芦笙，有芦笙的话，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对象。我就简简单单吹一首我们跳花的一小首曲子。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吹出我们当地的本身当地的就是跳花必须要吹这种曲子。然后后来的是这改良这芦笙是具体是好多年我也讲不清楚了，因为当时毛主席不是邀请我们黔东南的一个苗族到北京去吹东方红，东方红的时候就吹不出来，然后就我们苗族的老师傅就把芦笙改良了，改成8管的，8管以后从今以后8管就有10管、4管、12管、16管、19管，现在我吹的这个就19管，那改良的，那能演奏好多世界的好多名雅的曲子，还有流行歌曲，还有比如我们苗族的一些欢快的曲子，就是现在改良成的19管多管芦笙，我就简单吹现在改良的，这曲子也是改过的。
所以就是改良过的，芦笙球子和那吹来就不一样。那说这个房子过去。那差不多吧。